本来是写给以前教过的小朋友合唱团的，因为他们哭得稀里哗啦，拿不到名次。后来一通意外的电话，又让我们重新起死回生，就是因为本来第补要参加县赛决赛的队伍要踢足球，没办法去。他们就去了，因为我们刚好是第4名，去找我们去。他问我说：“你们要去吗？”当然好啊，就去。可是我们学生那时候去的时候，因为就在我的部落学校，那时候我还是代课老师，他们就比较没有自信，因为怕到决赛的时候看到那个卑南族啦、布农族跟台湾卢凯族的衣服都很漂亮的，他们看到，而且他们唱歌真的很棒，对，然后就吓到这样。我就想说，我们没关系，我说我们就老师做一首歌，既然你们那么欣赏别族的衣服，然后就把阿美族的女生的衣服的特色写进来这首歌。起初是只有写我们东海岸的，后来有学生提醒说，老师，我们所有的阿美族都是这种的衣服嘛？这样，我就在想到说，对呢，好像忽略花莲了，对。可是这就有一个难度，就是你要怎么融入这个节奏。所以这首歌我花了大概1个月，就在比赛的前1个礼拜我们就练，我来不及练合一，我就说就唱，也不要练那个什么丹田来不及了，就这样唱。我们是吉他伴奏，那可能大家不知道，国小合唱比赛只有钢琴伴奏才会有给分，好像是这样，其他的乐器伴奏是不给分的。那我只会吉他，我就用吉他陪他们这样伴奏，然后他们很喜欢这首歌，唱得很开心，唱得比我之前选的给他们的歌还要用力，这样子，不晓得在干嘛这样，然后就唱这首歌，然后就没想到拿到县赛的第3名，但是只有县赛的前2名可以去比全国赛，但是我觉得很够了。他们听到第3名说尖叫跳起，哇这样子，很将劲，合唱比赛不能太吵嘛。人家第1名特优都是，我们是这样，他们就麦当劳，一直喊麦当劳，因为我跟他们讲有前3名就麦当劳。那一天我大失血呢，后来我还是从那次之后就不乱下承诺。哇，那个有一个学生那种点套餐呢，然后我们就带20个小朋友去这样去吃麦当劳这样。对啊，他们很喜欢这首歌。这首歌一开始叫阿邦女孩，会改名叫美邦，纯粹是因为阿邦如果念颠倒的话，在阿美斯的邦就是一种邦啊女邦啊这个，好就是蚊子啦。好了，就是男性生殖器啦，反正就有点不太好听，后来就也有朋友开玩笑，后来就想了给他改名叫美邦，可是改成美邦又有一点问题，好像有点。在替商美邦打广告，就不管了，不想改了，北宋我就叫美邦女孩。好，再来这首歌《美邦女孩》，谢谢。等一下，我还在喝。润喉剂。好 ，OK。嘿呀哦。
管你阿弥所望家，都是最美的女孩。玛嘎巴海呀，该有你，不管你阿弥所望家，都是最美的最美的女孩。看见你穿上彩虹衣，夜来缠绕出你消退的美。白羽毛象征你温柔的美丽，容易相恋，让文化的美永远与你相随。玛嘎巴呀，该有你，不管你阿弥所望家，都是最美的女孩。玛嘎巴呀，该有你，不管你阿弥所望家，都是最美的最美的女孩。你的笑容是我难以忘记，美丽的歌声就在我脑海里，好像洒满了无比树高大马玛嘎巴呀，该有你，不管你阿弥所望家，都是最美的女孩。玛嘎巴呀，该有你，不管你阿弥所望家，都是最美的最美的女孩。再亲一下各位好不好？不，没有的你就这样子就好了。